咱的国军要强化因的战力，行政院颁布的1.25条国防特别条例，行政院的在野党团的立法院的在野党团同意复委，后礼拜会和民众党的版本并案审查。不过，这民众党的版本呢，甲预算抬加剩4000亿，国民党团的版本也传出讲呢，敢若会变3500亿，主要是针对去年底美国对台8项军售无列入去国作的部分，也引起众人的关注。国防部一日发布，查到强机30只，强弹6只出现，其中12只军机超过台湾海峡中线甲延伸线，近日咱北部、中部甲西南空域有2粒中强的空飘气球出现，国军拢严厉应对。另外，立法院在野同意将政议版的国防特别条例复委，甲民众党版本平衡审查，那也也对咧做。传出国民党版本出来，三版本比起来，政议版本规划1.25条预算，内容有精准火炮、远程打击飞弹、反空反增加飞弹、AI 辅助架、C5 ISR 等7类的武器加上无人载具。民众党版本编列4000亿，列出6种泰国航母，包含海马斯多功火箭飞弹系统、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。国民党版本编列3500亿，聚焦去年底美国对台8项军售。好，那我想党中央跟党团都会保持密切的沟通。要买台湾最需要防卫台湾的武器，所以这些只要开始可以进行讨论，我想国防部跟相关的单位一定会提出最详细、最尽责的说明。国民党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传出，敢若同意军务部特别组织部分，也要求旅游时间甲维护责任请求契约，确保国军应如期得到装备。那国民党和民众党准备要 offer 他们的 version， 他们的 version 的 process 是什么？是什么 basis？ 用什么来决定？这个是需要的，这个是不需要的。我们有了海马式，也有 M1 战车，但是从海马式到 M1 战车中间会有火力的间隙，这个部分其实就有可能会是 M109它所能发挥的一个空间。M109A7主导炮在内3大军购和发技术会伫3月到期面临破弱风险。学者强调 ，M109A7是新世代火炮，有快速闪移电地优势，是国军提悬部队前战的关键武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